后面呢，米爷啊，车标提标个讲大了呢，大家比苗嘞，忙啊，阿咯，比从头嘞，比头大标咩？对，那车标提标嘛比嘞那个呐，米爷呢，还在个大路咩？啊，这样子还要谈啊呐，那唔在好多去打在开在咩？后来那有的只有去打在开在咩？那做多在开在咩？对，那车标提标嘛比好呐。米样子苗没是需要抓表没？后面呢，喏，这还在个呢，不要个人和抓表么呐？车标、体标，哇，车标、体标哇，第八那的车标、体标嘛哇，车标、体标啊，这啊来嘛，我说面的嘛哇，第八那都通用了，啥啦都没面那还呢，啥啦个车标、体标个讲呢，哎呦嘛，我大嘛没说鸟面呢，看里呀都个嘛我说呀，对，后来第八那的啥啦个没有呢？哎呦妈妈，我说鸟咪呢，嘛我们，后来第八那的新鸟呢，我说鸟就个嘛我们阿家，没只错，说错，咱们没有错，实际嘛有错表没哎呦，对，米爱他不，我爱问个毛，车表地表嘛我说好回答，咋还要这样没？个了嘛个，我做多个了嘛个，我唔知好多打个了嘛个，对，米爱的好，车表地表个讲大了呢，都咋嘛比咩么？都咋嘛比多么？啊，从啥都要不毛，对，没呀吃啥，他吃啥，好了，嘛我说伢都有没牌，那好，好了，那啥啦没有，嘛我说了那啊从没个好那好，这边这边个讲大了呢，好了，对，有个那路没呢，这边这边个讲大了呢，对，那啥啦没有嘛我说了那从没个那好，后来嘛我说个伢那米有个人少，这边这边啊，啊对哈，我说呢。嘛从他家呢，他那哪还有用到好多么啊嘛？对，这边这边啊，对啊，嘛从他家呢，他那哪还有用到好多么啊嘛？对，我拉你们，哎，我第八那对啊，这边呢还有啊嘞呐，啊家嘞，没就做面呢老漂没就做面呢，嘛哇，那得家，个了嘛个，我到去年嘛，那米现在也还要他这样不一么呐？那米有个了，家里来回讨论指标呀么呐？指标呢要到没？那指标嘛到呐，家。喂，我一那地方巴上啊，我这把带米有米了咯，家没有。好了，马标插牌，马草到了上旁米有标没？对，俺那地哈马草到了马标插牌上边呢，米有米好努咯，好罗咯。哦，因为我提些巴扎我，嘛比花题目吧，啊家会怕吧，也怕吧，和那标出牌没咯，嘛标出牌，嘛查到咯，啊看到的，都那米呀对好没事事错唔比给我，第那新家头啊今啊那车标地标啊这面的也标了那，嘿，头面的也标没我一直老嘛，车标地标嘛比湖那啊这标啊那还多咯标了面的，看了也得要从头没。那个人怎么呢？这边呢，一时啥嘞没进来，要错俺没话。因为俺这边我路嘛，俺这边比过嘛，俺呢我干呢这边比过嘛俺，好了，那后面呢俺那会，俺那小个平时地板嘛，比那么来都好呢，哎呦个有多路人老没，好了，上面嘛个外面嘛个呢，好了，对，这边我错没话个人个毛，咋都要没，对。个了，我伢土马来，啊，做钱你咋个嘛子？啊，做钱送咋个嘛啥？好了，那吃这个人别还有没？那咋都会打个人个没？那我少会打个人个没？这边对边头面那边好嘛？那看里也对的，这边对边头面那边好嘛？这边对边嘛边好那也还也头子那会打要没？啊，做钱你咋个嘛咋咯？啊，做钱送东诶，要数，嘛咋嘛到了你数，没有数。嘛比好嘛，哎那后面呢？这边对边比啊，头面比嘛，这边对边嘛比都会打，个人都要没人的头啊，都和没人的头啊，没有没事说错，咱们没有错，表没人的头啊毛，对，没有啥家嘛有错，没有多嘛从头错，哪来错表没人的头那个这边对边嘛没错的，我那这边对边比好错都会打，那个哎他们嘛那叫什么有所以你演那个卡的呢，啊有个啦嘞。那头面从头嘛，对哈卡里呀，这边对面米瓜，提着嘛罗，头那带咩，拍照嘛罗，车照嘛罗，多带咩，米。